喺屋企度做嘢，小朋友讀書，屋企間唔中都需要用到打印機幫手印嘢。如果你哋都想揾到一部打印成本夠平，而且間唔中又可以印下相嘅 printer 嘅話咧，不如就睇一睇今次同大家介紹嘅一隻 HP Envy 6530E 同埋身旁嘅呢一隻 6130E 兩部嘅彩色噴墨多合一打印機啦。呢兩部 printer 都支援咗最 basic 嘅 function， 包括打印、影印、掃描嘅功能啊。而講緊兩部機最大嘅分別就係講緊 HP Envy 6530E 啦，就會多咗個 ADF 嘅自動送稿器，可以一次過擺35張紙，做大量文件嘅掃描、影印嘅時候就最適合不過啦。而佢哋亦都採用咗雙色墨夾嘅設計，同時亦都支援單墨夾嘅打印模式。就算講緊試打一個墨盒冇墨都好啦，佢亦都能夠自動調節，確保運作正常。等大家亦都可以更加靈活操作打印機嘅同時，有時要應付一啲突發嘅需要，例如印身份證明文件、功課、資料等等，亦都應付有餘。至於打印量方面啦，兩部機都採用咗 HP 68號嘅油墨盒，而印量比較大嘅用家亦都可以選擇用翻加兩張 EVOMORE 油墨盒。不過唔少嘅用家啦，為咗慳錢，都可能會控制翻自己嘅打印量，例如係印少啲圖片、印黑白代替彩色，又或者將打印嘅對比度再較低啲啊。仲可能要考慮到買墨嘅地方啦、價錢啦等等呢一啲嘅因素啦，的確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嘅。如果我係講中咗你哋嘅心聲嘅話咧，咁就更加俾多一個理由你哋去買呢兩隻嘅機款啦。因為呢兩部嘅打印機咧，亦都支援咗 HP Instant Ink 油墨月費訂購服務方案。按照住打印嘅張數同埋月繳嘅價錢去分咗唔同嘅 planning， 當中嘅服務就包括咗油墨、運送，每一個方案之中包含咗嘅打印張數同埋佢嘅回收服務，即係講緊無論你今日印相又好，彩色定係黑白嘅文件都好，都係劃一收費啊！而講緊我哋當中最平嘅 plan 都係每個月10幾蚊啫，更加可以俾用家啦用個視覺覺得啱先至再作考慮去登記㗎。而家啦去選購我哋嘅新機啦，都會送翻3個月嘅 HP Instant Ink 油墨月費訂購服務方案，而每一個月啦都會贈送翻1500頁俾用家去免費打印㗎。簡單啲嚟講啊，如果你今日買咗我哋嘅機款，頭3個月只需要俾機費嘅話咧，就已經可以享受到高達4500頁嘅盡情打印方案㗎啦。所以講緊個性價比嚟講，真係非常之高㗎。咁既然講緊我哋頭3個月每一個月都送翻1500頁俾大家去印嘢嘅話啦，其實最啱就係攞嚟印相啦。如果你都印相嘅話咧，呢兩部機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推介嚟㗎，因為咧佢哋都支援無邊框打印功能啊，等大家啦印出嚟嘅相都唔會有任何嘅白色邊框，亦都唔使再加以修剪啦。咁當然啦，打印之前亦都建議用家啦將打印嘅品質係調到最高，又或者打開最高嘅 DPI 打印模式，打印出嚟嘅顏色同埋品質啦就可以更加鮮豔同埋仔細㗎啦。印文件又點樣呢？如果大家要印幾十頁嘅文件嘅話，呢兩部機嘅自動雙面打印功能咧，亦都係好幫到大家手嘅喎。咁大家亦都唔使去到打印機面前去反紙，又或者係反錯紙導致印錯方向嘅問題而重新印過啦。用到我哋嘅新機 HP Envy 6130E 同身旁嘅上一代機款 HP Envy 6020E 啦，今代最令我吸引嘅地方咧就係新款嘅機款搭配住嘅輕觸式螢幕設計啊。講緊今代啦，呢兩款嘅打印機都係配備咗256M DDR3 嘅記憶體設計啊，輕觸式嘅螢幕界面啦，喺操作方面嚟講亦都係非常之流暢。再加上咧，佢亦都支援唔同國家嘅語言啊，操作唔同功能嘅時候啦，就唔使左度右度估翻個 icon 係咩意思啦，亦都可以直接喺螢幕上面調校翻打印嘅設定，例如係打印嘅深淺、對比度、打印顏色、張數等等。而打印張數上限方面，亦都加設去到99張。要問卷、宣傳單張、功課等等呢啲都唔成問題啊。仲有 ID 卡嘅打印功能啊，可以將唔同類型嘅 ID 卡嘅正反面一次過就可以印晒喺同一張紙上面。另外，清潔印字頭、校正墨夾、掃描至電子郵件等等嘅呢一啲功能都可以喺螢幕上面揾得到。即係話由 print 嘢嘅時候，佢嘅 setting， 又或者講本身成部機嘅一啲 setting， 同埋部機嘅一啲保養層面都好啦，其實都可以直接用到佢哋嘅 touch screen 就已經可以做得到㗎啦。對於新手嚟講咧，其實真係非常之方便㗎。最後啦，買機其實都希望部機喺操作上面嚟講咧，都可以幫到手，係簡單啲用得到啦。最好就係小白都可以用得到啊！呢兩部 printer 都支援2.4GHz 同埋5GHz 雙頻 WiFi 無線網絡連接功能。
只要大家嘅手機、電腦都連接咗同一個 WiFi network 嘅話啦，咁就可以透過 HP Smart App 啦同 Printer 進行連線，用到手機就可以直接進行無線直印㗎啦。佢亦都支援 AirPrint 同埋 Android Print 嘅無線直印功能，等大家可以隨時一機在手就可以印到嘢㗎啦。Envy 系列嘅機款性價比其實亦都非常之高，而家購買指定型號嘅機款啦，仲有超市 coupon 回贈翻送翻俾你哋啊！有興趣嘅朋友仔記得嚟睇睇啦〜